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。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。由于最近有一些网友建议说，因为前一阵子阿文哥介绍的一些流行歌啊，在卡拉 OK 伴唱机啊，不一定能找到伴奏，然后好像歌词也稍微冗长，比较不好学习。希望能够介绍一下比较短，然后又伴唱带找得到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要来介绍一个那个吕金手作词作曲，由刘秀伟小姐主唱的《长短夜闯短鸭》啊，这是形容一个客家的女性，在跟她的男朋友或者是的那个另外一半离别的时候，感觉心情时间怎么那么短啊？那等待他回来的时候，又感觉到时间怎么那么漫长啊？这样的心情叫长短夜啊。好，我们来开始介绍。你爱走个咿呀，很简单的词啊，你要走的那个晚上夜晚，你要走的那个夜晚哈，爱走个咿呀啊。心肝亲唔下，心肝亲唔下，心肝就是客家人讲的，就心里面啊，心肝哈，亲唔下就是静不下来啊，就是很不开心了哈。草人给肉给公，草人的老公鸡啦，我们客家人叫公鸡叫给公哈，给爱走啊，好，它是压啊的韵，故意压啊的韵，格外早啊，这个是从国语翻过来的啦哈。草人的老鸡公格外早，草人给肉给公，给爱走啊。抬给上枪给马。公鸡叫抬啊，啼叫抬给上啼叫的声音，腔就是很像的意思，给马像母鸡呀、哎呀，今夜感觉特别的短啊，今夜特别短啊。离别就是离别啊，共某两激发，心情不开心嘛，就是讲不到2句话就要离别喽。哎，接下来呢，男生又要回来了，你爱转给几呀？啊，你要回来那个晚上，你爱转给一呀？啊。还没见面啊，就一直想到啊，他快回来了，心情就扭嘎嘎哦，就是心情呢很浑浊哈，就是那个很焦灼哈，那种感觉，情绪焦灼了。床头哈，给老时钟，老时钟，近看近查，越看它就越差，越差劲的意思。那我们推敲一定是念差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创作人他都压啊的，这首歌都压啊的韵。那这个上面那个字幕打成行是不对的哈。床头给老时钟，近看近查，这样才对啊。全没进班哈，全部怎么都不快一点点的意思，进班哈，快半下，全没全没完全不会进啊，进就是很紧很紧的紧，可是客家话进就会快啊，全没进班哈，连半下他都不都给我跑半下啊，哎，那个心情很希望他快一点啊。
那感觉今天晚上特别的长啊，今夜特别长啊，今夜特别长啊。娘歪好，怎么会是长短夜？娘歪长短鸭啊！离别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很快，那要相逢的时候，怎么感觉时间过这么长，都还没有看到心爱的人回来呢？哎呦，这首歌亚叔国味哈，歌词就这样而已。接下来就是再唱第二遍，那阿文哥就来帮大家再重复的复述一次，不做解释。你愛做嘅伊呀，心肝親唔下，心肝親唔下。曹人嘅老家講極愛做啊，大街上搶幾嘛，今夜鐵皮斷啊，離別講無兩枝花。你愛轉嘅一夜，望見面煮牛嘎嘎。從頭嘅路始終見看見查，卻唔會見班下。今夜鐵皮床啊，讓我床斷夜。你愛轉嘅一夜，望見面煮牛嘎嘎。從頭嘅路始終見看見查，卻唔會見班下。今夜鐵皮床啊，讓我床斷夜。OK， 这个首歌就叫做《长短夜》，长短鸭。阿文哥会把那个完整的播放连结放在影片底下。那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看，也欢迎支持新世界乐团的客家语的分析频道哈。那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长短鸭。